礼仪。共劳而食。魏夫人辛苦了。大王，请饮合卺酒。礼毕。恭贺大王皇后。喜欢秦人之舞吗？果然西北之地多豪迈之风。古人说，舞蹈的舞和咏武的舞乃为同源。我今日见了，相信了。大王，姐姐听说楚人也有歌舞。寡人曾在郢都的祭祀大典上得以观赏，甚为优美。祭祀大典。对了，楚人好巫，歌舞都是装神扮鬼。王后一看就是善舞之人，日后在大王身边，不知王后是扮神还是扮鬼呀？据我所知，秦人也是敬重鬼神的。楚人好巫，招魂驱鬼，祈福攘灾，但怕就怕有一种巫，扮人扮鬼，非神非鬼，平时装的清白无辜，一不留神他就会出来兴风作浪。魏夫人在秦宫多年，定见过这种巫吧？你越这么说，妾身可就摸不着头脑了。魏夫人聪明，
慢慢想就知道啦。今日大王大婚，台下毛戈相向，台上唇枪舌剑，好不热闹啊！让姐姐看笑话了。秦人好武，只要不要把这比武变成比武就行。芈月只是想告诉大王，其实楚人与秦人一样善歌舞，秦国有武士之舞，楚国有女妓之蹈。既然殿上已经有了武士之舞，那就望大王允许，请楚女献上楚国的山鬼之舞。准。献山鬼之舞。大王，请用酒。小丫头，口舌伶俐啊。是，大王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舒儿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楚国公主，而是我秦国王后。大王，这是你在秦国的身份，好好珍重。大王恕罪，除了这玉玺，臣妾还有一物，看得更为珍重。是什么？是大王对臣妾的真心。舒儿贤惠美貌，寡人对你一见倾心。只是不知舒儿何时何地对寡人有意啊？其实那日在东市，歹人行凶，大王拔刀相助，臣妾便把心交给了大王。既然如此，寡人定不负你。你新入宫，本该住交房殿，但那里自先王后去世，已久无人居住，需要整修，所以暂且在清凉殿住一阵子。此刻，寡人有几句话你要记住。你是楚国娇养的公主，嫁到我秦国，却比不得楚国奢华。你身为王后，要为秦国女子的表率，贤惠克己。你嫁到我秦国，便是秦国之人，要事事以秦国为重。你可能做到？夫君对我信任与倚重，我以重任，舒儿一定照夫君说的话去做。你刚到宫中，若有委屈，尽管告诉寡人，寡人定当为你做主。臣妾一来就掌管后宫，说不定会招人嫉恨。臣妾寡人最讨厌后宫妇人之间那些小肚鸡肠、狐媚妖宠、勾心斗角的事情。我的舒儿高雅脱俗，定不会像他们那些人一样，让他们知难而退就行了。臣妾一定照着大王说的话去做。从今以后，寡人就将后宫交给你了。
秦国立国数百年，我的王后必是一个贤惠的王后。寡人淡漠色相，秦国的后宫一直都很清静。如今列国纷争，你死我活，朝堂上的事已经让寡人非常劳心。望淑儿能给寡人一个和睦的后宫，淑儿可能做到。臣妾定不让大王受后宫纷扰。寡人就知道，没有娶错王后。芈月妹妹，咱们3个人这一夜就这么守着吗？嘘。身为应女，头3日依礼法，都得这么在室外守着。反正就这3日，3日之后就由玳瑁、珍珠等贴身侍女打理了。忍忍吧。要不然咱们轮班吧，一个人先靠着板壁打个盹儿，另一个就守着，等到下半夜，咱们再换。好啊，那孟昭姐姐和芈月妹妹守前半夜，我守后半夜，如何啊？不用了，这前半夜都快过去了，景妹妹也没休息多久，就由你和芈月妹妹来守上半夜，下半夜由我来守吧。谁看不出你的心思？应女陪嫁守夜，不过是为着夫君兴致来了，可以随时释放。上半夜大王必是和王后欢好，到了下半夜，谁守夜谁得便宜。我看你就省省吧，咱们打个赌，这一夜我们3个都白守。大王是不会叫任何一个人进去服侍的。那可不一定。你说这话真不知羞耻。你才不知羞耻呢，我只是堂堂正正把话说出来了，可不像有些人明明心里想要，却口不应心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既然你们都想守下半夜，那我来守上半夜，你们先歇息吧。哼。大王，大王您醒了。王后还在睡觉，别吵醒她。大王可要更衣洗漱，奴婢这就去叫人。不必了。母监，大王，大王历来是4更习武，5更上阵。可这是大王大婚呢。芈月有所不知，大王又不是第1次大婚，过去也是这样。
贤，在。盾牌。没想到大剑也有这么好的身手。师傅跟着大王生活多年，每日陪着大王习武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多少也能有些功底。长年累月陪大王习武，真是不易。一年四季风雨无阻，倒也行。哎，可眼下是夏季，若是到了冬季刮风下雪，四更起来，你们就更难了。这大王都不难，我们做下人的有何之难呢？劳奴僭越了，无妨，再来。是。大王。母监更衣。是。大王的武艺真是炉火纯青，让臣妾大开眼界。大王真是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静如处子，勇如猛虎。小丫头，王后还没醒，你该陪她多睡一会儿。是，大王。月儿，姐姐，姐姐，你起来了。妹妹，大王呢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四更起床练剑，此刻去洗漱更衣了。那妹妹怎么不叫醒我啊？大王体贴，说让你多睡一会儿。来到咸阳，嫁入秦宫，按理说我该心满意足，但我心里却更是七上八下的。昨日本想与大王说及武关有人下毒之事，但显然大王不喜后宫有人明争暗斗，只好忍了下来。姐姐别急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唉，算了，不睡了。即使大王体贴我，但身为王后，更该服侍大王才是。你们快帮我洗漱更衣吧。是。大王，拜见大王，拜见大王，拜见大王。王后今日端庄秀美。大王，臣妾服侍大王用早膳。不必了，寡人还要去宣示殿处理政务。大婚3日不是免朝吗？寡人只是去处理政务，午时会与你一同用膳，之后要去宗庙祭祖，过一日还要在后宫接受朝贺。永香令过会儿会向你禀示。是。香儿、慧儿，拜见芈月。起来吧。谢芈月。这是葵姑，这是我弟弟魏冉。你们叫我小冉就行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跟着我们了，无论好坏都是我们的人。我不会苛求你们，但也请你们自重。秦宫有秦宫的规矩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不懂之处，问葵姑便是。是。下去吧。姐姐，我出去玩了。
别跑远了。哦。魁姑心里一定怪我。从楚国陪嫁过来的侍女还有不少，为何专挑这2个少不更事的来做贴身丫头？这次进秦宫，你定要选这个最偏远的小院子住。我由着你，你自小在宫里吃苦，不习惯人伺候，我也觉得人多口杂，手下够指派的就行。但这里是宫廷，你是楚国公主，身边人总该伶俐管用些。伶俐管用自然是好，忠厚老实更重要。年龄大的侍女都是被调教过的，这楚宫里面尔虞我诈，大约学会了不少。所以我挑人只要一条，就是心里头干净。做事情拙我可以教他，但做人拙你是教不好的。说是朝贺新王后，但魏夫人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。妹妹查了查，这前朝后宫简直就是魏国人的天下。魏夫人是先王后的妹妹，魏少氏又是魏夫人的族妹，大王的长子公子嬴华是魏夫人的独子，连那大良造公孙衍也是魏国人。妹妹快把那些有封号的嫔妃都跟我说说。听说大王素不好色，宫中嫔妃不是先公所赐，就是与先王后大婚时的应女和各国送的美人。唐夫人资历最老，大王少年时就跟着大王了。大王登基之前与魏国联姻，魏夫人随着先王后嫁到了秦国。大王登基后不久，魏王又把樊少氏和魏少氏送给了大王。另外，魏良人、国美人分别是东周公和西周公所送，除了病故的和犯了宫规被夺了位分的，宫中有封号的也就这些了。外人都传，眼下大王最宠爱的是樊少氏和魏少氏，樊少氏也是刚刚有了身孕。这些人之中，也不知道他们对我们都是什么心思。眼下不管他们千条妙计，姐姐只守一定之规。赏赐的东西我有准备，姑姑去把那东西拿来。是。珍珠，大鸡一对，手镯一对，簪钗一对，这些都是打算赏给魏夫人的。因为先王后去世后，魏夫人一直有掌管后宫之名，而且她的儿子嬴华又是大王的长子，所以赏赐之分也应当要重一些。这样不妥，眼下姐姐已经是秦国的新王后了，而魏夫人也已不再是主持后宫之人。她的东西若是比别人多，定会让人猜测姐姐对她有所倚重，更是有所畏惧。依我看，她的东西应当与别人一样，这样让仰仗她的那些人知道，如今后宫的主人已不再是魏夫人，同时可以让众人知晓，新王后对大家一视同仁。就照你说的办。珍珠，按照赏赐的人数到我的嫁妆中挑选出来，一人一份，全都一样。是。唉，大婚当日，魏夫人话里话外都颇为挑衅，算是公开与我为敌。但其他人，我心里无数。听说那个国美人艳冠后宫，当年入宫3日，就被大王封为了美人。宫中永远不缺美人，姐姐不必惧她，倒可以好好安慰她。至于那些相貌平平、头脑却不平平的人，姐姐倒是要好好留意。臣妾拜见新王后。
姐姐免礼。谢王后。臣妾恭迎新王后入殿。这交房殿雄宏巍峨，但这陈设未免过于简朴了。这殿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当年我姐姐先王后亲手安顿的。我姐姐就是先王后去了以后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她在世时的摆设，丝毫没有改变。就连每日熏的香，都是她最喜欢的千蕊香。今日新王后在这儿，臣妾恍惚觉得我姐姐并没有离去。据说，当年我姐姐出入宫受朝拜，穿的也是同样的笛衣，站在同样的位置上。唉，真是物是人非，让人唏嘘不已呀。魏夫人定是糊涂了。今日本该魏夫人带领后宫众人朝拜新王后，但魏夫人好像打算带着众人祭祀你那过世的姐姐。哎呦，罪过罪过！芈月不提醒，臣妾还真是差点忘了自己的本分，竟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了。这时辰是该臣妾率众姐妹拜见新王后了。那好，今日初见几位姐姐，不知该如何称呼。魏夫人昔日主持后宫，那就由你来引荐吧。臣妾魏氏拜见王后。王后应该是知道的，我与先王后是一母同胞，大王恩赐，册封夫人，生公子华。这位是唐夫人，在后宫之中，唐夫人的资历最高。唐夫人是唐国之后，公子焕之母。大王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服侍大王了。拜见王后。唐夫人免礼。谢王后。这是魏良人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早就听说魏良人才华昭昭，多谢王后。王后，这是国美人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谢王后。我知道国美人，美艳倾国。王后谬赞。这位是樊氏。魏国人，封少氏。哎呀，樊少使，快免礼！你既然有身孕，从今以后见到我，不必再那么多繁文缛节的。谢王后。这位是我的族妹，魏少氏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谢王后。魏国果然出美人。好了，这是我的几个妹妹，也来见过各位姐姐。这是芈月，是我同父的妹妹。王后的亲妹子才是人才出众呢。我们姐妹都领教过了。这是孟昭氏，
是楚国令尹昭阳的亲侄女儿。这是景氏，她的族兄就是景差。景差善赋，列国皆知。玳瑁姑姑，把东西端上来。是。今日与众姐妹初次见面，美人姬钗一对，镯子一对，簪耳一副，锦缎2匹，诸公子书简1卷，笔墨刀砚1副。谢王后。谢王后赏赐，只是魏夫人和我们众姐妹的赏赐一样多，实在是不妥。有何不妥？王后初来乍到，恐怕不太清楚这其中的缘由。魏夫人主持后宫多年，不管是先王后在世时，还是大王平日里赏赐，魏姐姐都和我们众姐妹绝非一样。那照着魏少使的心思，这赏赐的该多了，还是该少了？这多少，当然是由大王和王后随意。这话就对了，多与少都是大王和王后随意，而不是别人讨要的。所以，今日的见面礼，没什么不妥的。王后与众姐妹寒暄多时，一定口渴了。来人，敬茶。哟，王后怎么不喝呀？你看这茶，细秀如眉，状似兰花，色泽清脆鲜润，白毫满披。这可是茶中的极品，是大王赐给臣妾的好茶。王后不喜茶水过烫，何况好茶要配好茶具才妥当。芈月当心，这是先王后最喜欢的茶碗，就剩下这么一对了。哎呀，芈月，这可是先王后的遗物，芈月此举冒犯故人，大为不敬。既然是先王后的遗物，那你们应当好好收藏供奉才是。随意端上这茶碗给新王后敬茶，看来是你们不敬在先。先王后亲切和善，谦逊有礼，让我们众姐妹无论何时总忍不住睹物思人。又加之今日新王后接受后宫朝贺，姐妹们是希望新王后在后宫之中成为众人表率，恭谨谦和，不输给先王后。先王后左右逢源自然是好，但作为后宫楷模，新王后不但要待人一团和气，还要守正不阿，不然是非混淆，黑白不分，这后宫岂不乱套了？你这是指责先王后是非不分，黑白不辨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行事个人有个人的气魄。你只是个应试陪嫁，无名无分，怎么如此这般放肆？芈月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。魏夫人是要与我论名分吗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觉得这是先王后留下的遗物，就这么损坏了，只怕得有个说法。既然是遗物，就不该拿出来随便乱用。所以说，还是魏夫人不够真爱。从今日起，这交房殿里里外外所有先王后的旧物，都送到先王后的2位卫士妹妹们房中去，让人摆放整齐，设炉焚香，以方便2位姐姐每日睹物思人。至于这控制下来的交房殿该如何布置，我另有打算。今日交房殿好热闹啊！拜见大王。大王，寡人知道今日你们姐妹相见，看起来你们都相处得很和睦。大王，
各位姐妹都颇为热诚，让臣妾感动不已。如此，寡人就放心了。大王，两位卫士姐姐向臣妾述说了他们对先王后的思念之情，臣妾想请大王恩准，将这交房殿先王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，都赐给两位姐姐保管。这交房殿久无人居，臣妾想重新整修布置一番，也让大王看个新鲜。你是寡人的王后，这些许小事，你自己做主便是。是，大王这么说，臣妾就安心了。妹妹真是令我刮目相看。今日若不是靠妹妹的才智，很难打下卫氏姐妹的气焰。其实她们并不惧怕我一个小小应试，能让她们低头的，还不是因为姐姐的位分。大王想要一个清静的后宫，我也并非妒忌之人，容不得大王与别的女人亲近。我只是厌恶那些想要算计我的人罢了。倘若卫氏姐妹真能看在我的位分上夹起尾巴做人，我也会放她们一马的。只怕难遂姐姐心愿，她们想要的永远比姐姐能给的多。妹妹看到魏夫人脸色了没有？白了又青的。魏夫人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今日大约也是轻视了姐姐，才会措手不及。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我一想到交房殿大小物件都要搬到魏夫人和魏少使的殿中去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永香令给我列了个清单，大小物件有上百件呢，车子运过去得好大一堆。魏夫人和她的族妹妹，面对他们谦逊有礼的先王后，大约要好好哭一场才是。姐姐的法子果真有用。我打算过几日再去他们房中查一查，假若少一件东西都不依他们若敢不把那些废物当宝贝供起来，我定要治他们一个大不敬之罪。只是光出一口恶气还不够，还需要细心找出他们陷害姐姐的证据，才能向大王出手，铲除祸根，不留后患。妹妹，姐姐还有一个心思。环顾着秦宫，色彩沉闷，布置单调，说好听了是朴实无华，说不好听是熬青手淡。姐姐想，也让这秦宫缤纷绚丽，有一点新气象。对，那姐姐不妨把楚国带来的丝绸锦缎给各宫的嫔妃们送些过去，再让宫里的缝人绣娘给他们和他们的应试，以及他们身边的宫女们多做些新装。另外，既然姐姐要重新修整交房殿，那不如里里外外都按照姐姐喜好的楚风来陈设，让人耳目一新，有另一番天地。别提了，这里简直就是魏夫人的天下。你看各宫嫔妃在魏夫人面前低眉顺眼，曲意奉承的样子。魏夫人也是依仗先王后的威风欺负人惯了，她的势力虽盘根错节，但也并非牢不可破。宫中的嫔妃都是来自诸国，各有各的厉害，各有各的心思。看模样，唐夫人应当是个老实人，魏良人虽眉眼精明，但言语却谨慎小心。姐姐，何不借着这些锦缎丝绸，与他们多走动走动？妹妹说的有道理。王后，大王他一会儿就要来了。知道了。姐姐，那妹妹先走了。妹妹，我还有事要问你。你真的不愿意服侍大王？姐姐一定知道，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。楚国有一只神龟，已死3000年。楚王以锦缎竹匣藏神龟于庙堂之上。你说对于这只神龟来讲，它是宁愿死后留下骨头让人珍藏，还是宁愿快乐地活在烂泥里？妹妹胸无大志，只想做一只泥土中的乌龟。望姐姐允许，3年之后，让我带着葵姑和小冉离开秦宫。
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。只是妹妹明珠暗投了。姐姐快些梳洗打扮吧，我先告退了。王后，今日的情形，奴婢在一旁都看见了。王后的确是赢了一局，可那个芈月的风头，简直盖过了王后。你也该看到了，当时除了月儿，无人能帮我。月儿不争宠，不要名分，你还要她如何？奴婢多嘴了，王后息怒。拜见大王。芈月，你这是往哪里去？王后允许臣妾住在会院，臣妾这是回房去。住得那么远，方便吗？臣妾自小喜欢清静，若离永巷太近，会觉得不自在。这次寡人见你，似乎拘束了很多。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个小野丫头，上哪里去了？臣妾长大了，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年幼无知了。这与寡人上次见你，似乎没隔多久啊。有时候人长大，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你既然是王后的陪嫁，并已入寝宫，衣着何苦这样简朴？那日献武少司命，你的穿着可谓光彩照人。大王该知，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皇公子虽不幸故去，但秦国还有许多好男儿。世上悦己容易，可知己难。说的也有道理。大王请。大王对芈月有兴趣？不是你想的那种兴趣，老东西。哎，别再往正殿里搬了，店里都已经放不下了。那放哪里啊？这些都是什么东西？拿去当劈柴烧都没人要。大王的旨意，凡是先王后遗留下来的物品，都要由魏夫人和魏少使小心保管。哎，你不必跟他说了，他也是听差办事。去吧，放到偏殿的库房里。是，都搬到库房里去。姐姐，我那儿也一样，送了一大堆没用的废物，都堵在门口，连人都快进不去了。姐姐，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了。是我们自己小觑了对手，作茧自缚。姐姐，那眼下咱们该怎么办呀？我让你叫的各宫嫔妃呢？我都叫了，他们一会儿就过来。哎呀，这都什么呀？你们看看，那几个处女真是太无礼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可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的过去了。真是的，哎，我倒也罢了，谁叫我过去主持后宫呢？新王后不拿我立威，拿谁立威啊？倒是各位姐妹们，好心与王后亲近，却平白叫人羞辱了一场。可不是嘛，还不仅仅是王后，就连一个没名没分的应女，竟然都骑在我们头上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别的不说，我对各位姐妹可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。这2日大家都看到了，往后这后宫之中，只怕处女当道，我们姐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夫人说的有理，怎么能任他们这样欺辱我们？要让他知道，谁才是后宫之主。就是。唐姐姐，魏妹妹，
樊少使，你们怎么不说话呀？我能说什么？她是王后，后宫只能她说了算。咱们认命吧。凭什么认命？不认命又怎么样？樊少使，你说该如何？夫人说了这么久，我还是没有明白夫人为何生气。近日也不知是怎么了，身子乏得很，觉好像总有睡不够似的。各位姐姐笑话了。此刻我只想顺顺当当的把这孩子给生下来，以后也好有个依靠。至于这件事怎么办呢？夫人说如何，那就如何吧。樊少使真是娇贵的出奇呀，肚子里有喜，这是好事。人怎么却因此变得糊涂了呢？魏夫人不怪罪就好了。其实方才各位姐妹言重了，王后初来宫中，就算有什么不到的地方，我们也应当多提点着，才不负大王对我等姐妹的期望。哼，提点，明明是我们吃了亏，难道还要帮他？帮他也是帮自己，至于帮不帮，如何帮，还要看姐妹们各自的心思。哼，那照魏良人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忍了？日后在这宫中，那我们岂不是要任人宰割了吗？刚才国美人和唐夫人也提到后宫谁做主，依我看，后宫是大王的后宫，自然只有大王做主。魏妹妹的意思是，姐姐想想，我说的话到底对还是不对？魏妹妹的话言之有理。来，给各位姐妹上茶。是。大监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老奴无功受禄，实在是不敢当。大监客气了，您是大王身边的老人，照应大王多年，当然有功。那老奴就不客气了。我请您来，一是因为我从楚国带来了上好的茶叶，请您品一品。二是心中有些疑问，还望大监指点迷津。王后但说无妨。宫中都说唐夫人是服侍大王最久的，先王后在世也就罢了，先王后不在了，她既有儿子，位分又高，为何这后宫当中全都由着魏夫人一人说了算？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唐夫人当日就不曾受宠过。大王做太子时，后宫素来只倚重一人。是谁啊？是大王长姐嬴夫人。大婚那日，王后理应见过。因大王母后过世很早，长姐待她如母，姐弟情深。后来嬴夫人出嫁到了魏国，为魏太子妃。那年马陵之战，魏国被齐国重创，我大秦趁势出击，夺得了魏国河西的大片土地。那时战事的主要消息都是由嬴夫人传递回母国的。后来事情泄露，魏太子，也就是当今的魏王大怒，将嬴夫人休婚，并将她驱逐回了秦国。那再后来呢？嬴夫人就再也未嫁。她自己虽然未曾生育，却为大王抚养了大公主，并替大王掌管了后宫的一些事务。大王极其敬重她，就连先王后在世时都让她3分。先王后过世前，嬴夫人的身子就不似过去了。先王后过世后，因魏夫人是先王后的亲妹子，又有些长世之才，
于是就名正言顺地掌管起后宫的事务。嬴夫人为此就搬到了大王赐给她的北郊行宫去住了。依大监看，我是否该抽时间去探望她？嬴夫人喜清介，不去也罢。夫人，雍大人来了。哦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你下去吧。是。雍瑞拜见夫人。雍瑞，你来得正好，快过来吧。哎，雍瑞，今年呀，我这梨子结得特别的好，一咬一口甜水就是不耐放。我这正想着挑点大的给你送过去呢，你就来了。夫人，前一阵子大王大婚，宫里的事情实在是太多，我惦记着你，却又抽不出身来。你若是再不来呀，我真的要恼你了。所以，夫人才要送礼给我。即便送礼，那也离不了。哎，洗洗再吃啊。雍瑞，有负夫人。有你一日，我便高兴。你何苦要说这些呀？那新王后仿佛很得大王的欢心啊。新王后端庄温婉，不过我倒更看好她那个妹妹芈月。芈月，想起来了，大王大婚我见过的，那是个口齿伶俐的丫头。确实。魏夫人特地把我叫回来，定是有话要说。魏妹妹向来都是最聪明的，今后何去何从，还请妹妹帮姐姐拿个主意。姐姐这是做什么？你明明已处于不败之地，何须我来拿主意？妹妹不必多礼。妹妹，你此话怎讲？我说姐姐舍本逐末，跟那些黄毛丫头置什么嫌弃？她能盖过您的，无非就是名分。您若是能在名分上争回来，这后宫您说一句，强过她说100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姐姐若能尽早将公子华立为太子，这后宫您还用争什么？不错，大王一向宠爱华儿。我若是姐姐，这时候就多听多看，静观其变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可是大王明察秋毫，姐姐久掌公务，平平安安，从无差错。而新王后初入宫中，若有什么差池，大王以后会更看重谁？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大王要的是后宫风平浪静，谁扰了大王清静，大王就会嫌弃谁。姐姐真要对付他们，倒不如让他们以为姐姐甘心服输。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。魏良人不愧是出身魏国，当真是有鬼谷子之才，得纵横心术啊！我这也是班门弄斧，大主意还要姐姐自己拿。夫人，彩绿，有话直说。夫人从来都对后宫的纠纷躲避三舍，今日为何要给魏夫人出主意？我们的母国在诸国当中最弱小，不仅要依附魏国，还要看其他强国的脸色行事。我在宫中同出一辙，既不能得罪魏夫人，还要看其他嫔妃的脸色。母国国君盼我能在大王面前说上话，父亲母亲盼我能在后宫左右风远，真是难呐。
可给魏夫人出主意，就会得罪了新王后啊。魏夫人向我讨主意，我怎能不敷衍她？新王后是不是得罪得起，还要看。再说，我给魏夫人出的主意也算不上任何主意，不是吗？是。大王，芈月求见。不见。是。等等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你来做什么？芈月想起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何事？芈月终于想起那义渠王手中符节上的字迹了。大王不想知道那是个什么字吗？何字？芈月用了些方法，终于想起，那是个魏国的魏字。大王，此事重大，该立即寻根究底，找出那背后作怪之人。芈月，这些天你已把后宫搅得天翻地覆，寡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由你去了。你却不识时务，不知进退，一味胡闹。你从义渠草原回来已有大半年之久，突然信誓旦旦地说，你曾见到义渠王手中有个符节，又突然说那符节上刻有一个魏字。你记性好，为何当初从未提起过符节？现在想起来再说，谁知是不是心悸多梦，梦中生幻？寡人最恨后宫无事生非。我问你，是不是王后让你来的？不是，王后并不知晓。王后还算有分寸。大王若不信，何不在后宫核查嫔妃们手中的符节，那便可水落石出了。大胆！一个小丫头在寡人的大殿里胡言乱语，干涉朝政。母亲，在，还不给寡人把她撵出去？是。芈月，走，出去！快走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大王为何不信我说的话？大王不信，自有大王的道理。难道大监也不信我说的话？老奴信不信，并不重要。那你昨日为何要帮我？老奴何曾帮过你啊？大监，回去吧。小时老奴听人讲，说这天会塌下来，吓得老奴是日日都在望着天。直到今日，老奴才知道这天塌不下来。你自己也别跟自己过意不去了，回吧。啊。大王，那小丫头脾气太倔强了。大王放心，在宫里多打磨几年就好了。寡人怕她不知进退，闯出祸来。以后你要多盯着点。是。哼，大王竟然不信我说的话。大王最恨后宫有人多事。这哪里是后宫的事？这明明关系到大秦的安危。既然大王都已经发脾气了，此事还是先放一放吧，免得因小失大。大王发了脾气又如何？我又不需要他的宠幸，更不图他的恩惠。等有一日我抓到仇人，我即刻出宫。妹妹可以说走就走，姐姐怎么办？幸亏妹妹告诉大王，此事与我无关，不然大王说不定会疑心是我在背后惹是生非，兴风作浪呢。
大王，王后来了。哼，难道王后跟那个小丫头一样，不知深浅？让她进来。是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王后来此有何事啊？臣妾让从楚国来的乐伎们新排练了几支歌舞，想请大王闲暇时去清凉殿坐坐，换换心情。好，寡人今晚有空，晚膳后去吧。是。这几日，那芈月在做什么？芈月这几日忙得很。其实这些曲子也是芈月帮臣妾选的，她在这上面费了不少心血呢。这就对了，女人嘛，习习歌舞，做做女工，其他的事情少操心才好。臣妾记在心上了。大人，魏国国君派使臣给大良造送来2马车珠宝细软，还有10个魏国美女。那使臣已经到了府上。魏国乃是我的母国，魏国国君3番5次差人送信来，想请我回国为相。但秦王对我格外倚重，眼下我在秦国也可谓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让我弃秦投魏，着实很为难。大人，您看这些礼物该怎么办？这礼物嘛，当然也不好再退回去了。但凡有能报答魏国国君的事情，我还是会做的。是。魏王仁厚，待我恩荣并济。秦魏联姻之事终究未成，魏夫人也未能扶正，在下一直于心不安。哈，公孙先生不必自责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魏王知道先生已经尽力了。先生以为张仪此人如何呀？张仪，小人也，贪财如命。此人在楚国之时，便因偷盗之罪，遭朝阳暴打。后来来了秦国，又妄图贩卖他的连横之说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列强征战，凭的就是实力，只有一场一场的胜仗打下去，才有可能屹立于群雄之上。我以为先生不可轻视张仪，此人能被秦王看中，也确实有其才华。先生性情率直，还当收敛为是。秦王淫肆为人，不似孝恭厚道，先生乃堂堂君子，当防小人世间呐。当年我公孙衍离魏入秦，便是听说秦王知人而善任。如果秦王是个明君，倒也罢了；倘若有一天他变得昏聩无能，只听从小人摆布，那我公孙衍又有什么必要留在秦国呢？魏王就是钦佩先生的率性。先生如今在大秦朝中如日中天，但人无1000日之好，花无100日之红。眼下当趁处女尚未坐稳后宫，尚未生下嫡子，先生应祝公子华早日登上太子之位才是，以免夜长梦多，变生昼夜。倘若公子华能立为太子，自然对魏国有好处。但是秦王知道，此前我一直力主将魏夫人扶正，阻挠秦楚联姻。如果此事我公孙衍再出面，恐怕事与愿违啊。公孙先生，此事别着急。那儿不还有一个贪财如命的张仪吗？张仪此人一向做事都是谁给的钱多，就给谁出力。我看不如这样，
让魏夫人去找张仪，由她提议立嬴华为太子，我来复议。如此一来，不就水到渠成了吗？先生高明。姐姐，自从上次芈月被大王训斥之后，如今再也没有人敢提那符节了。这一关我们总算是过去了。姐姐，眼下你应该把心思放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了。先生信上说，要我们先疏通好自己的关系，该打点的千万别小气。别的还好说，就是那个张仪，我们与他素无来往，突然上门求他办事，也不知道他好不好说话。不打紧的姐姐，那就是个贪财的家伙，我们多给他点儿，不就是了？妹妹说的有理。这件怎么样？奴婢看王后穿这件红色的最好看。这件红色的是好看，但要是我说，这件杏黄色的更好看。妹妹，姐姐，这是宫里的绣娘们做的新衣。可不是，我让人给唐夫人、国美人和樊少使各送了几套，给你也做了几件，一会儿记着带走啊。多谢姐姐。眼下也就魏夫人和魏少使还没送。姐姐，还是给他们也送几套吧，免得他们有声闲话。我就是不想给他们送，你知道吗？这阵子他们一直与我作对。我跟你说啊，好了，就这样，你们把这东西都拿走吧。是。妹妹，怎么了，姐姐？朝中有人开始议论立太子之事了。一些人向那些擅长游说的客卿行贿，游说大王和朝中重臣要立公子华为太子。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那些游说之士，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游走列国，呼风唤雨，搅起风云无限。因此，让公子华当上太子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据说这些钱都出自魏夫人之手。姐姐还知道什么？听说魏夫人下重礼的人中，有那个最会游说的客卿，叫张仪的。怎么会是他？你当日被一群人抓走，大王就是派他去游说一曲的，用600车粮食把你换回来的。他的口舌功夫也由此在朝中有了名声。张仪对我有恩。是啊，我知道妹妹与张仪的交情，所以想求妹妹出马，让张仪千万不要帮错了人。此事重大，我不知道张仪肯不肯帮忙。人人都知道那张仪爱财如命，不就是送钱吗？魏夫人送多少，我们送多少，不会亏待她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张仪这个人看似无德无行，但实际上却是胸有丘壑，极为自负。他如果爱财，以他的能力，他只会自取，绝不会为钱财所驱使。如果单纯只是以钱财贿赂他，只怕会得罪了他，适得其反。那怎么办？姐姐别着急，既然这个人难以为钱财所驱使，那魏夫人的钱财也未必能打动得了他。哼，过去我一直说不再与他来往，他却不以为然。看来他是说对了。变化无穷，各有所归，或阴或阳，或柔或刚，或开或闭，或持或张。是故上先生，有位宫中来的女子求见。审查其所先后。先生，先生，有位宫中来的。我诵读之时万物搅扰，我说过多少次？让他留下名帖就行。先生，他说他是先生的故人，来给您送礼的。送礼？对。故人？对。快请。是。
哈哈哈！芈月，多日未见。张子。啊。礼呢？你怎么两手空空就来了？啊，这是一袋晒干了的木樨花，蒸饭烹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，倍增香气。这一袋是茱萸子，随身佩戴，驱邪去恶。倍增香气啊，驱邪去恶啊，就这2样东西你就把我打发了？我到你这里来，还要请求你给我指点迷津呢。你这哪是送礼，你这分明是讨债来了。我还未张口，你怎知道我要说些什么？来，不就为了这个？张子是神人，难道你也听说了我被大王训斥之事？宫里刮点小风，宫外就瓢泼大雨，这事能瞒得了谁呀？你是过于心急了，大王做事自有他的道理，你只可顺势而为，借力打力，莽撞只能坏事。可大王不信我说的话。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，信不信得看最后的结果。眼前的东西都不足以作为最后的定论。多谢张子提醒。好说。我还有一事，要请张子帮忙。芈月啊，这我可得说你了。你我虽说有交情不假，但交情是要交来交去方能有情，要不然就像花钱一样，一味使用是会花光的。这事张子先不要回绝，听了再说。听说最近有人花重金拜托张子行游说之事，对吗？不错。那有何办法能让张子放弃对方的托付？对方给多少金，你给多少金吗？这么简单？我仅仅闭上嘴巴而已。那要是请张子，不仅仅是闭嘴，而是要反向而行呢？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据我所知，魏夫人托付的绝不止我一个人，甚至更有位高权重的，如大良造公孙衍、甘茂等重臣。这事难办。我说了，这事难呐。天下事再难，也难不倒张子啊。张子只要答应了，王后那边定有重谢。不嫁不色，胡曲喝300禅兮；不狩不猎，胡瞻而庭有玄环兮。比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张子是真君子，绝非不劳而获之人。所以说，你这是答应我啦？只要王后给出足够的酬劳，张子就能摆平此次风波。聪明。那张子要多少酬劳？你说一个太子妃值多少酬劳？500斤。我张仪没见过500斤吗？1000斤。才加了500。那要多少？5000斤。你这口也张得太大了吧？芈月，你糊涂啊！我若不向王后要足了重金，她怎会相信我张仪有如此非凡之能力？她又怎会知道你芈月出力游说之不易？
我若不向他要足了重金，他如何能体会我倒汤复火，历尽千难万险？他怎会对我心存感激呢？嗯？啊，这话似乎有点道理。嘿。张仪，大良造，今日大朝，你为何如此打扮？如此打扮，有何不妥吗？周礼四府早有规制，诸侯与其臣，皮鞭以示硕；朝服以日示朝。身为大秦臣子，应知冠冕朝服本为百官觐见主君议政之服饰。你看看你今天什么样子？头无冠冕，蓬头散发。你眼里还有大王吗？原来大良造眼中只有衣冠，没有人品。如果穿戴冠冕朝服就能面君议政，那这大殿上保不准就会混进一些徒有其表、衣冠楚楚之禽兽。再者说，尊不尊君王，不在嘴上，更不在脑袋上，而是在心里。纯属无稽之谈。张仪，你这个家伙，行为放浪，言语轻狂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我张仪自然就是张仪，但不知在大良造眼中，我张仪是什么人呢？大王到！臣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好热闹啊！争什么呢？说来让寡人听听。大王，今日大朝，张仪军前无状，目无周礼，举止癫狂。大王明鉴，张仪并非癫狂，只是头痛而已。哦，张子怎么会头痛？张仪脑袋太重，戴不得冠冕，戴了就会头痛。这是何道理？因为装东西太多，所以张仪的脑袋太重。此话当真？微臣绝不敢在大王面前打诳语。张仪的脑袋里装的都是有益于大秦江山社稷的筹谋。大王，张仪完全是一派胡言。张子，你可不能光卖弄口舌，寡人要的是真格。既然你说你的脑袋比别人的重，寡人信你一次，但你要把你的筹谋一一拿出来，给寡人看看。一诺无辞。好，望张子言而有信，绝不反悔。从今日起，寡人就赐你免官上朝。但你也要记住，寡人要的是你脑袋里的东西，并不是你脑袋外面的东西。谢大王。大王，大良造，这官变之争，本是小事一桩，你这般计较，何苦呢？今日早朝，众卿有何事要奏？禀大王，微臣有事要奏。
这几日想必大王早有耳闻，朝廷上下飞短流长，众人关注大秦社稷天下，纷纷议论大王应该适时立下太子。张子的话有理，立嗣乃国之根本。大王，臣附议，张子所言也有道理。后宫众公子逐渐长成，臣以为庶公子中以公子嬴华胜人一筹。而且公子华是大王长子，才思敏捷，厚德载物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再加上在大王的调教之下，百经历练，足以令众人心服口服。哼，众爱卿对此有何看法？大王，臣以为大良造之言切中要害，公子华文韬武略，的确不二人选。论人品才华，公子华出类拔萃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错，我张仪的心胸可以容纳四海，却也会分寸计较。我跟公孙衍不和，他想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他玩得动吗？其实，王后就是不求你，你也要把此事搅黄，对吗？敢问芈月，如今的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？大争之事，人人皆有争心，不争则亡。说得好。话说回来，后宫之争本与我无关。张子是侧室，要的是立足朝堂，纵横列国。不错，但后宫之事如果剑指前朝，我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。所以，张子不是收礼办事，你是在借力生事。知我者，芈月也。